因为受到热带性低气压影响，雨势就袂停。屏东附近的海啸影阁真大，东流线的交通船今仔阁继续停驶，民众是真怨叹。另外，台南关田一条往大溪的山路，昨嘛因为落大雨，造成路基流失，早起是阁继续封路。区公所是表示讲会争取经费，赶紧来抢通。后船是门口走马灯显示停驶的消息，要坐船的民众到现场看甲戆去。要坐船啊，无船啊啦！民众无奈离开屏东东流线交通船23全面停驶，但看到路上风雨，暗时就已经变色，23煞无开船，嘛引起着急返去厝的游客甲小琉球的居民不满。船哪不开呢？未来阮船正遐大。早上去看一下出海口的浪还是稍微大了一点，而且现在雨下的也比较大哦，那个山上的那个溪流流下来的漂流木比较多，考虑航行安全哦，那个漂流木还有海上的浪况哦，先暂时会停好。海面风影真大，受热带性低气压的风雨影响，东流线机动性开船的时阵，就因为大影，互船员开甲心惊惊。业者考虑安全，只好宣布停驶，仪式才恢复。毋但航运受影响，台南关田一条社子往大溪赤鸭埔的山路，路基嘛因为大雨空去。里面大概有60人左右，他们的物资呢没有什么匮乏，而且他们有另外一条路可以通行。我们跟里长有保持联系哦，如果有需求，我们会尽快支援。山路大面积崩落，大约半个人悬，土壁嘛甩位，路段到23透早，阁是全线封起来，影响赤鸭埔3个部落居民的出入，爱开加一倍的时间行替代道路。区长表示会争取经费，希望赶紧修复，让居民正常通行。记者陈环宇、柯正俊，屏东台南报道。